我们是成吉思汗克烈特部的后裔，也是卫拉特蒙古的一支。托尔扈特是蒙古高原古老而英雄的部落。在公元1628年，皇太极令归顺后金的蒙古人征伐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第35代林丹大汗，使成吉思汗黄金家族长达482年的世袭蒙古大汗终结。我的祖先不愿卷入蒙古人对蒙古人的相互厮杀，为了寻找新的游牧地，托尔扈特、和硕特、多尔伯特、辉特部于公元1630年浩浩荡荡迁徙到伏尔加河流域安居。很难说清，我的祖先托尔扈特离开故乡漠西草原，是为了躲避金国灭明朝的战乱，还是想寻找新的牧场。他们在伏尔加河西岸，东至鄂博河东岸，南起沙马尔加，北至阿斯特拉罕的森林草原安居兴业，建起了托尔扈特汗国。公元1689年，清朝康熙皇帝与沙俄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额尔古纳河以北的大片领土分割给了沙俄。1703年，沙皇彼得大帝建都圣彼得堡，侵占岛屿，扩张海域，伏尔加河下游的草原成为沙俄的战略要地。聪明的彼得大帝提出与英雄的阿育齐汗修好，前提是托尔扈特替沙俄出征打仗，输送军马。沙俄承认韩国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存在，并免征税赋。从此，托尔扈特蒙古人成了沙俄的战争工具。直到公元1742年乾隆7年，这一年，更坏的消息随着秋风吹到了伏尔加河。3年前被送往俄罗斯充当人质的汗王长子萨赖依然身患重病。所有的托尔扈特人都和王子的父亲被沙皇册封为托尔扈特汗的敦多布拉氏一样，忧心如焚。自从幼子撒赖选做人质，沙俄政府并没有履行约定对韩国免征赋税，韩国的畜牧业也因连年征战日渐衰减。许多艾马克提议和清朝政府取得联系，扎尔固选派出的遣使已前往中国，带去了我们上表皇帝的贡品，倡议借我韩国得天独厚的地域环境，以便开通陆海商路，现沙俄连年扩张，他们的野心是很大呀。许多艾马克都提出了抗议，为沙俄选送的军马不能连年递增，蒙古的两种马产居很难，他们不能年年增加数量，每一个乌鲁斯都不能再给下属增加压力了。建议两种马的调用该从贵族们的马群中挑选。我们乌鲁斯要保护蒙古的纯种马，轻易的改良会损失我们蒙古马优良的特性。百姓们抗议上交草场税，沿河下游的2个乌鲁斯因为没有辽阔的牧场，有的牧人开始划着小船在伏尔加河上插鱼了。我听说有落水淹死的人。是的，有的艾马克组织青年人逃跑，他们是害怕征兵，就把到年龄的儿子都赶到哥萨克的领地上躲了起来。可没想到沙皇也没放过哥萨克的领地，我们的族人被强行带走，替哥萨克人从军。那就按照法典处置那几个艾马克的领头人。韩国不能放弃管理，我们在这儿生活了100多年，不能因为沙俄的动荡改变了我们的扎萨。治乱国者以法其治。欧洲动荡太大，族人们实在不习惯现在的生活。
我们生活在沙俄的战略要地，族人们不能自由放牧，外族人侵占了我们的牧场。过去我们蒙古远征欧亚大陆，那是祖先的辉煌。今天族人们说您太软弱，才会落得替沙皇打仗。百姓们厌战了。我们韩国的忧患绝不能在百姓中蔓延，何去何从不能妄加决断。韩国深陷必争的要地，从漩涡中自拔只待时机。听说清朝政府的理藩院来访韩国，我们心向故乡的心愿，万不能叫沙皇政府察觉出来。回家只是时间问题了，因为回家的路太遥远，我们需要等待时机。韩王，秦格勒，快告诉我，我的儿子撒赖情况如何？撒莱王子他病得很厉害，他请求韩王准许他能回到韩国。他说，想回来见见他的额吉。是啊，他的额吉也非常想念他。韩王，让我驾车去阿斯特拉罕省，把撒莱王子抢回来。你疯了！撒莱王子是那么容易抢的吗？你这样做会给韩国惹出麻烦的。那你说怎么办呢？难道还要我们韩国等待王子的坏消息传遍部落吗？说我们不能救他回韩国吗？秦格勒，王子还说了些什么？他只想见您最后一面，这是王子最后的请求。韩王，你真的不想见王子吗？秦格勒，分歧之事要讲和气，战争要讲智谋啊！韩王，人若软弱，便受欺凌。撒莱不能再被他们囚禁了。第4个年头了，他一个孩子，怕是扛不住了。韩王，让巴莫巴尔去吧，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接王子回家的。我们图尔扈特汗国不能没有王子，不能看着王子生病不去挽救。你就让我去吧。巴莫巴尔，你先带秦格勒下去歇息。可是，好了，先下去吧。是。不抢回王子，韩国不会安宁的，得想办法呀。撒莱王子危在旦夕，你说服韩王要快。好。佛祖，请保佑我的儿子撒赖平安吧，请你保佑我的儿子撒赖平安。秦格勒，啊，韩王，你们躲在那里嘀咕什么呢？你应该满足王子回家的请求。韩王，还是让我带兵去阿斯特拉罕，把王子抢回来吧。你疯了！你是在给韩王的心上戳刀子，这样会给韩国带来更多的麻烦。那你说怎么办呢？难道还让韩王亲自去请求他们放了王子吗？别争了，就是抢回撒赖，撒赖也还是要去的。韩王，我们不能考虑的太多了，这是撒赖王子最后的请求，我们不能让一个孩子太绝望了。秦格勒，那你们快去吧。是。我可怜的儿子。韩王，你一定会见到王子的。啊，去吧。撒赖，我的好儿子，只有你会懂得父汗的苦心。你是知道的，一个汗王的儿子和牧人的儿子是不同的。儿子，原谅你父亲的软弱和无能吧。儿子，我的好儿子。
韩王来了。韩王回来了。啊，你不要动。这些衣物你怎么亲自动手？这样的事情可以交给下人去做。不用，这些都是撒赖小时候穿过的，尽管不知道他穿起来的样子，可我还是让巴图年年把他穿旧的衣服捎回来，修补好了。也是我们的念想，不会因为有了新的忘记旧的。我想他走时太小。汉王，您的脸色好难看。是不是撒赖他？哦，没有，挺好的，你别胡思乱想。我们的撒赖啊，他挺好的，他想家了，他知道有个弟弟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就专门叫巴图回来替他看看他的阿妈，也看看咱们这草原，然后让巴图啊顺便捎去御寒的冬衣。可怜的孩子，他长高了吗？怕是站到我们面前都不认识了。生下了7岁就离开了父母，至今他长什么模样，都是听巴图描述给我的。是啊。哦，你看，这是他去年得病时画的画，我看不懂，像是他住过的地方。这弯弯曲曲的线条，说明他想让我们去看他。对，这孩子他想家了。这次巴图没带来他的画吗？哦，带来了。快给我看看。快看，这是儿子捎来的画。我们要是能接他回来，兴许他以后会好起来的。你放心吧，我已经派人去接他回来了。啊，真的？那我快去给他准备。来，坐下。你该到日子了吧？他比你还急，他踹着我的肚子就想早点出来。他比他哥哥撒赖当年踢的我还要厉害呢。你是说，再给我生一个小撒赖？韩王，是不是撒赖他？没事儿，没事儿。带上这些肉干，蒙古人的酸奶是治病的，告诉撒赖一定要喝，能去掉他身体里的阴寒和湿气，酸能解苦啊！哎，知道了。哎呦，来喝碗热奶茶吧。好，来了。秦格勒，我告诉你，黄油可以润肠解毒，男人不能没有它。昏迷时灌他几口，能醒脑。来。哎呦，孩子都动了，他都急着要和你一同去打仗了。儿子。好像是儿子，最好是女儿。我怕他是像你，你会怪我吗？哪能呢？如果像你就好了。女孩子可以躲过战争，你要天天向长生天祈祷，让她像你，是个女孩。不要像我。我每天都向长生天祈祷，只怕命不由人定啊。干不动就不干，等我回来再干，啊。
撒赖的庇护地并非彼得堡，却是阿斯特拉罕小镇的一座几乎废弃的教堂，而他的身体与精神都在一种被囚禁的生活中受到严重损害，慢慢的枯萎。萨莱王子，快走开！我不要忏悔。我是金格拉，我不是主教。你看看，我不是主教啊，是你金格拉叔叔。金格拉叔叔，我不会在做梦吧？少爷，我一定会平安地把你送回韩国。韩王在等着你回家。金格勒叔叔，他们是不会让我走的，我还没有到继承汗位的年龄。少爷，振作起来，我们马上就走。真的能回家吗？那就带上我的画。好的，萨莱少爷。金格勒，有人来了，快躲起来！萨莱少爷等着我，我会回来的。来。那个图尔扈特少年还那么固执吗？是的，主教大人。他就要死了。他还是不肯接受洗礼。对，他仍然拒绝接受洗礼。不要对他的过去过于苛刻了。我也是这么想的。他也怪可怜的，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只要您听了他的临终忏悔，我们就可以说他是一名虔诚的东正教徒了。好啊。神的光辉应该是普照一切人的。是的，他这样走，心里会安详的。愿主保佑他平安。可是我们就让他这样走了，他有他的韩国。来不及了，要按照最好的东正教的方式为他洗礼。你去看看，准备好了吗？好。我告诉你，这个孩子，我要把他带走。来，快点，来，走。
要挺住啊！要挺住！你不能放弃。告诉富汗，千万别送子弟到俄罗斯，他们不会放过我们。巴木巴尔，把我交给他们吧。谢谢佛祖慈悲，让我离开了阴森冷酷的地方。我听说故乡的太阳暖和。坚持住，坚持住，快了，就快了，快了，挺住，挺住啊！坚持住，坚持住，皇后，坚持住！图尔扈特的朋友，我们斯拉夫人是非常好客的。你们这么悄悄的来了，又匆匆的离去，不是显得太没有礼貌了吗？我是奉韩王之命，接世子萨赖回家省亲的，还望大人行个方便。哈，我必须提醒你，台吉阁下，是你们的图尔扈特汗亲自向尊敬的沙皇陛下许诺的，把他的长子送到大俄罗斯抚养，并且负责深造。你们的大汗应该考虑到，他今天的做法是沙皇陛下不愿意看到的。对不起，大人，世子病重，还是请您发发慈悲，让他们父子团聚。朋友，您这样做很不理智。我们这里有最好的医生，您跋山涉水带世子一路劳顿，这对他的健康状况非常不好。谢谢你的关心，不过我只是听从韩王的命令。那你们要承担一切后果。省长大人，你要干什么？难道太极不明白？敬爱的祖父，伟大的彼得大帝也把您称为兄弟的阿育齐汗，请您保佑您的子孙和韩国的臣民吧。您的不孝子孙敦多布拉什也是万不得已才把自己的儿子送去充当人质的。愿你们的在天之灵保佑你们开创的韩国不要后继无人，保佑我的儿子萨赖能平安赶回到韩国。妈妈，韩国不能在1天之内失去2个儿子，我不能失去4日金马。替我给弟弟带上。萨赖，你这是？巴姆巴尔叔叔叫省长大人过来，他可以带走我的身体，我的灵魂却不会追随他。我要回故乡，尤其说故乡在东方，那里天气暖和。韩王，韩后身体虚弱，现在失血过多，恐怕孩子已经……快告诉我，韩后她到底怎么样？照眼下的情形，大人和孩子恐怕只能选择一个呀！不行，这不行！韩王，孩子的脚都出来了，请您早下决断。再迟的话，恐怕就……韩王啊，这……韩王，我说过了，这不行！韩王，生死祸福皆由天定，您还是为韩国的未来着想吧。
国消除一次灾难，护贵祖先。撒赖，你要干什么？撒赖，撒赖，撒赖！就在我出事前后，撒赖不堪忍受孤寂的日子，咬断自己的舌头自尽了。而因为难产，我的洛生又要了母亲的命。也许没有人像我这样，这么早就尝到了生命的悲苦滋味。虽然我当时对此并不自知。金格勒，这么说，我的撒赖已经……韩王，属下金格勒无能，辜负了韩王的重托。不可能，不可能！我的儿子，韩王，当时属下和巴木巴尔已经救出了塞莱王子，在返回的路上遭到了别克托夫的阻拦。属下和巴木巴尔已经下定了决心，就是拼个鱼死网破，也要把塞莱王子救回韩国。可是塞莱王子，他说他要以死为韩国消除一场灾难。王子他无愧于祖宗，这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说完，他就咬舌自尽了。撒赖，他长大了。韩王，他是让俄国佬折磨死的，把一只应该翱翔的雏鹰关在囚笼里，还要剪去他的羽翼，他怎么能活下去啊？去歇息吧。是。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你孤苦伶仃地活在没有爱的天空下，是阿爸毁了你呀！你离开人世和你的阿妈在一起了，长生天哪！我是这样的无能啊！韩王，为他起个名字吧。啊，就叫他我巴西，启明星。是啊，他从一降生起，等待他的，就是与他的兄长一样的厄运呢。哎，我真的希望啊，要是这个孩子降生在牧人家中，那该多好啊！人算不如天算，这孩子正是降生在牧人家里，而且还有一个同胞兄弟。妈妈，你说什么？他有一个同胞兄弟？妈妈，上路吧。喊我走了。约纳斯托，护送。啊。班巴尔，
韩王，传于韩国上下，韩后不幸难产，与胎儿一起归西。即日为韩后母子举行7期49天的葬礼，建交祈福。是韩王。某门主，韩王，告诉所有在场的僧俗臣民，不许对发生的事情向外走漏只言片语，有违反者，依照咱们法典中妄言叛国之罪，毙其全家，严惩不贷。是的，韩王。某门徒，一定记住，严惩不贷。老妈，一路上辛苦了。老衲把孩子交给了你，就是交给了你韩国的将来。你就放心吧。啊，他的性命不能有半点差错。知道了。哎，千万不能透出风声。你知，我知，明白吗？我用性命担保，韩国会记住你的。好。乡亲们，哎，快来看看我们的孩子！来了来了，让我看看我们的2个儿子。哎呦，你看，啊，他们长得还真像。是啊，真像啊！以后啊，他们就是亲兄弟了。你好啊，省长大人。英武的韩王，你好啊！啊，不祥的阴云正笼罩在我的头上，大人啊！不，我一路穿过你的领地，天空是十分的明媚。我还为你引来了一位风韵犹存的女人。亲爱的兄弟，你不认识你的嫂子吗？省长大人，请吧。尊敬的大汗，这位夫人真的就是已故韩王敦罗布旺布的后妻，是你敦多布拉氏的堂嫂贾恩夫人。请吧，省长大人。大汗请。请。好。大人，你看，他们这里。你的韩国是我们阿斯特拉罕最富饶美丽的地方，也是我这个省长最值得骄傲的地方。哎，上帝赐福韩国，韩国能在我南方的领地上游牧，这得感谢沙皇政府的恩赐啊！这个像狐狸似的女人，真是宪汗的遗孀吗？她叫贾恩，听说年轻的时候也非常漂亮。自从宪汗娶了她以后，就干出了不少糊涂的事情。这个女人非常精明，宪汗故去以后，她就改信了什么东正教。真是个可恶的女人，她还有脸回草原来。她还给自己起了个俄国名字，叫维拉顿达科娃。行了，别说了，咱们喝酒去吧。哎，太监，喝什么酒啊？哎，秦格勒添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咱们喝杯喜酒去。还在喝不加奶的茶吗？奶是白的，水是黑的，我们献给客人的是我们圣洁的心。说得真好，可是我的韩王，我给您带来的却是令人遗憾的消息。真的不知道怎么向您说起。我的心已经麻木了。你说吧，大人。自从您的长子撒赖少爷到了阿斯特拉罕，他受到了俄罗斯良好的文化教育和无微不至的照顾。那我要替我的王子谢谢你们了。天灾人祸总是难以避免的，我们还要往前看。撒赖少爷是作为一个虔诚的东正教徒升上天国的，让我们祝福他在神的光辉中灵魂安息。阿门。大人，撒赖走了，一个孩子，他要去哪里？
你该不会管束他了吧？哦，大汗，您这可真是东方式的豁达和幽默呀！省长大人，专程跋涉到韩国，通报此事，足以见沙皇政府对韩国的重视。本王还能说什么呢？相信您会知恩图报，让沙皇陛下确信您臣服于大俄罗斯帝国的诚意呀。我把我唯一的长子交给了你们，这还不够吗？可是遗憾的是，他已经……那你们就把本王弄到你们阿斯特拉罕去好了。您误会了，大汗。哦，我听说您的夫人又为您生下了一个男孩。大人，请你不要再说这件事情好吗？兄弟，你不要冲动。你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可是你忘了吗？这是你亲自对沙皇陛下做出的承诺。大人，我们之间谈话，为什么这个女人总要插话呢？韩王，为了避免再次发生如同撒赖少爷的情况，我们的政府专门把薇拉·敦德科瓦贾恩夫人请来当您第二个儿子的监护人。我会把我的侄儿当作亲生骨肉，日夜守在身边。不要再说了好吗？难道你们没看见我的儿子就在几天前的夜里，随着他的妈妈，我的爱妻斯日吉玛难产走了吗？他已经寒心了，带着他的儿子回到自己的东方，回到自己的故乡去了。非常对不起。难道这位夫人不知道韩国的礼仪，没有告诉你这里正在举行葬礼吗？真是不幸啊！全能的主啊，您为什么把这么多的不幸降到苦难的托尔扈特人的头上？难道是他们的固执和不敬激怒了你吗？耶稣基督，求你宽恕他们的无知吧。夫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曾是向穆罕默德祈祷过的。你不该用这种口气和我讲话，我是你的嫂子。我尊敬的汗，如果您的幼子的确也遭到了不幸，怎么，省长大人，难道还有什么怀疑不成？你要明白，一个几乎同时失去3个亲人的蒙古男人，有时会做出很可怕的事情来的。不，我绝无此意，只是这来得太突然了。我会向沙皇陛下说明您的不幸，我想，仁慈的陛下一定会给予您谅解的。那就拜托大人了。来人呐！大人，韩国遭到不幸，实在不适合招待贵客，些许薄礼，请大人不要推辞。您太客气了，大汗。那我们就暂且告辞了。您说呢，夫人？